哇，牛奶咧就成日飲啦，但係奶牛都係第一次咁近參觀，連啲奶牛仔都好得意啊！暑假嘅周末去邊度玩？不妨嚟呢度玩下啦！今日嚟到大野木鄉國際牧場，呢度咧係風行牛奶嘅其中一個牧場，亦都係華南首個嘅牛奶主題樂園。一入到嚟咧，成個環境好似係個山谷嘅度假村咁。如果唔係咁多奶牛嘅元素，真係唔知道呢度有個牧場。嗱，咁我哋入完冇幾耐咧，見到呢條木色嘅咧，就係呢度嘅第一個景點啦，沐風之橋。咁我哋就一過咗呢條橋咧，就可以坐接駁車入去睇擠牛奶啊！哇，呢度好舒服啊，成個環境勁多綠植。如果周末過嚟行下都真係好爽啊！咁而家見到條橋上面咁大幅畫布咧，其實咧就係俾你畫畫嘅，隨時上嚟畫。穿過呢條橋咧，就可以望到成個牧場嘅最高點超牛塔啦，可以一眼將呢度睇晒。望喺度啲員工喺邊度先？鎖定好個方向，準備出發5G 智慧養殖中心。一落嚟先至發現呢個牧風驛站仲有咖啡飲，即刻飲翻杯嘆下啦。左手邊咧就有呢台奶牛車啦，搭呢台車繼續入去玩啦。咁園區裏邊咧都可以搭呢種奶牛車咧，穿梭各個景點，慳翻啲腳骨力。而家去5G 智慧養殖中心睇擠牛奶，咁大個人都係第一次睇擠牛奶，而且好大嘅轉盤啊，真係另一種旋轉木馬。哦，唔係旋轉木馬，係木牛啊！牧場裏邊啲奶牛啊，啱啱見到呢啲牛仔咧，一日上3班，每班3分鐘。你話佢好牛馬咧，都唔算好牛馬，準備翻房瞓啦已經。從養殖中心出嚟咧，係時候近距離睇下呢啲咁得意嘅牛仔啦。跟住咧嚟到呢個牧仙谷，裏面咧就係親近牧場，可以近距離接觸啲小動物，唔單止可以親手餵奶牛，牛食草，仲可以見到好得意嘅牛仔同埋其他嘅動物。二師兄細個嗰陣時食草喺度。喺親近牧場隔籬咧，仲有一個毛毛鮮奶中心，裏邊就好多嘢玩嘅，可以整啲牛奶嘅製品啦，甚至係有鮮奶火鍋店噶，仲有文創店。咁呢度咧有超 hit 嘅3隻口味啦，豬腳薑、玫瑰雞同埋白切雞，同埋烘焙 DIY 教室喎呢度。咁喺暑假期間，仲要舉辦一個好特別嘅畫展。呢啲巨大嘅畫布上面都係由唔同嘅大小朋友留低嘅畫作，就喺啱先沐風之橋上面，你都可以留低你嘅佳作。喺附近仲有呢個無動力嘅樂園，有叢林繩網攀爬、超級大足球，最啱啲小朋友過嚟釋放天性。嗱，咁至於大朋友，如果想更加沉浸喺成個自然牧場裏面，呢度嘅木屋、太空艙甚至係露營帳篷都可以任你揀，而且附近都有好多味道唔錯嘅農家樂可以打卡。75蚊嘅半隻白斬雞，上湯雙鹽，超大碟嘅5柳炸彈，真係好好味啊！咁至於晚上仲可以嚟到田園之中，有呢個森林星空影院，瞓喺綠色嘅草坪上面，仲有電影陪伴，抬頭不時仲可以望到星星，真係非常之浪漫。如果你都想貼近自然放鬆下，接觸下小動物，就不妨趁住暑假活動過嚟玩下啦！